市場有納米單位再錄得低價蝕讓成交。深水埗 AVA 61一伙一房單位最新以360萬元沽出，尺價15,517元，創屋苑歷史新低。原業主於2017年一手買入，賬面蝕讓158萬元離場，單位大幅貶值超過30%。宏發地產營業總經理梁文峰表示，上述單位為 AVA 61中層A室，實用面積233平方尺，一房間隔。據悉，單位已放盤多時，近期調整至388萬元放盤後獲新買家洽詢，而新買家居住新界區，睇樓1個多月，希望尋覓400萬以下的單位。因見是次單位樓齡新，交通方便，並附有原業主的新裝修，所以決定出價洽購單位。雙方隨即就單位議價多日，在商討過程中，原業主原本願意以353萬元成交，隨後見市況波動，又再反價到363萬元，最終經買家誠意議價後，以360萬元成交，折合尺價15,517元。代理指，是次單位成交尺價創屋苑歷史新低。若參考同類單位成交，則要追溯至去年6月，一伙同類低層 A 室單位以500萬元沽出，面積間隔相同，折合尺價21,459元。即是次單位尺價較1年前再回落27%。原業主於2017年以518萬元買入作自住，持貨8年轉手，賬面蝕讓158萬元離場，單位期內貶值約31%。